今仔日是中华民国的空军的大日子，嘛是国内航太产业真重要的里程碑。31年前 ，IDF 经国号的战斗机收飞了后，今仔日国机国造再一次来创下着历史性的一曲。咱家己研发、家己做的新式高教机，号名永鹰，顺利来完成着收飞展示的任务。 蓝白红涂装永鹰是我国国机国造第1架高级教练机，上午首飞，带您来看到稍早画面。现在您可以看到1号教练机。会使看到新式高级教练机起飞，去年9月24日，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。总统撰文正式号名叫永鹰，后壁就是 IDF 经国号战斗机嘛，对你起飞，作为盘飞加空拍完成。 这是民国78年 IDF 经国号战斗机头一摆升空，经过31年，国机国造有新的成果，飞15分钟了成功降落。完美落地，总统撰文亲身主持收飞典礼。 当年 IDF 的研发团队是台湾航太史上的传奇，而今天许多的年轻的人才，因为新式高教机的专案，投入了我们汉翔的团队，传承过去的光荣跟专业，不仅再度的限制航空的研制的能量，更被美商评价具有全世界数1数2的水准。 总统嘛讲，这只永鹰代表2个重要意义：第一是带动国内航太产业的发展，新式高级教练机的专案创造2000多个就业机会，培育人才；第二是和空军上好的训练环境。